型男魏浚笙最近就飛咗去台灣拍攝節目，喺街頭開工期間，因為靚仔而吸引咗唔少路人關注，更加有人誤以為佢係泰國明星啊，仲將現場嘅相分享到去社交網，引起熱烈討論啊！呢位相信係嚟自台灣嘅網民發文尋人，佢話自己喺大稻埕食飯，遇到一位靚仔喺度影緊嘢，希望有人可以幫手起底。呢位身穿米白色外套嘅泰國靚仔，其實就係 Jeffrey。一眾香港 fans 當然湧入去留言為樓主解惑啦，就連 Jeffrey 嘅老友阿正都留言玩嘢。不過最犀利係貼文最終獲得 Jeffrey 本尊回覆，仲搞笑咁樣用泰文自我介紹，幽默回應網民梗係勁 like 啦。其實 Jeffrey 今年先去咗台南跨年表演，如果遲下佢做男主角嘅電影《殺手4》喺台灣上映，到時應該冇人再唔認得佢啦啩。